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日，旧历的9月初10，礼拜一。台中一个51岁男子，这个月初10去住公费的流感预防社，10天后出现着头晕、吐、四肢无力的情形，赶紧来送病院，讲来得到急性多发性心肌炎。这是一种急性的心经的病变，就是家己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家己的神经。讲这个症头真严重，有生命危险，已经带入去加护病房。伊的查囝讲，无法度接受好好一个老爸变甲安尼，怀疑甲注预防社有关系。台中市卫生局嘛讲，确实有可能，已经通报着疾管署，嘛协助家属来申请着有害的救济。台中一名51岁男子接种公费流感疫苗，没想到10天后罹患急性多发性神经炎，他就整个人就是瘫痪，就不行这样子，然后就赶快送到加护病房。我跟急诊医师讲说，爸爸就是有去打疫苗这样。伊讲因老爸伫双十节迄一天去诊所注公费流行感冒疫苗，注完10天出现头壳会戆、会吐、四肢无力、佮大心悸的情形，而且是愈来愈严重。一日去病院检查，确诊讲是急性多发性的心肌炎，带入加护病房。是曾经得过一次病毒感染或细菌感染驱动的呢，还是打了一个疫苗驱动的？所以驱动者是谁都有可能。急性多发性的神经炎是一种急性周边神经的病变，是一种免疫细胞去攻击家己的神经。家属怀疑讲，这个查甫人是因为去注了公费流行感冒疫苗，致使急性多发性的神经炎。台中市卫生局嘛讲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我们会持续来追踪病人的病况，并且来协助家属来申请要害救济。台中市卫生局表示，讲已经通报疾病管制署，会调查这个查甫人得到急性多发性的神经炎，敢是因为注公费流行感冒疫苗所造成的。